此娘子救命！哎，这谢姑娘妈妈，哈，哦，你在该些辰光也晓得侬刚才救那个性命，西家屋你两个人的性命才都送到那个水里，把娘娘气。夫人，你到今日也总起救你性命，现在我举笔二人的性命都送在你的手中。本身不好，你不好，就是把娘娘分口去许这个辰光嘛切记。现在看见这小姑娘，那比后生难不了。你出言不良的，对不是我讲的，夫人，你好。你出家人的缘分啥能哈？我500两银子本来辰光跟你讲得清清爽爽，你不能够我是我家些私藏精神，但当我发罪的呀，那是母子我家些私藏精神也终身与福的呀。哦，临时我叫你身体到水浪去，不然夫妻情分一点点在500嘛，还应该看了肚皮里小狗米了，就应该让你为妻夫内也为人虚实相依也没人。夫人，难道你不说此人，多么原谅我？本身不好，你不好，我总把马把那小姑娘恩恩爱爱把头得了，你阿对都是我高兴。
我实知啊，你不对同当啦，一里同啊心交代心。许谁的那半边的眼里还分定些，自家晓得错，刚是要带我去火哈，可惜弄到这样的地步，身上下狼狈不堪，肚皮是干大，错，特上娘吧，娘子，妻不是饭不是，都是本身不是。为让你看在夫妻恩爱分上，稍事被人吧。哼，你记起夫妻恩爱，怎会狠心让撇下奴奴出家去了？我也别出啥高，谁是个头名发黑？娘子。这是冤枉被人了。啥个冤枉来着？俺那上山去，我那不还告诉你了？我亲眼看见，还是冤枉来。赶去过来，让你讲出来，我来听听看。真是冤枉夫人离开家来。我答应你随便拿不当金山，我是不去，那还没得去。与手外离去，娘子我决心不女上山我恨真发海要生这老秃噜，他爱是诡计心很多。
给托了他几次相邀，本人决意不去，哪知他抽通了镇江府，派来两个参与，把我逼上金水娘子，我一家户口难熬呀。既然故人被逼上水，山下一笔就该暂时回来，又在雨水漫风之中被那秃驴为首。娘子越发越忘了。我是被逼上山，上西洋边。娘子为我要挂胸我急急忙忙回家去，要紧走来张铺内进，苏招来分酒，到上岗边浪。我浪滔滔，把肚子一张不能喊我拿住。江水茫茫，都是风。我为民之日，唱到山后。娘夫啊，夫人，我是偏逢杀海起风波，他是娘子。是娘子什么啊？发海是的啊，讲啊，乃是养母女，发海是的。他是的，我顷刻之间要见你，老。是娘子乃是要求，要把本人投入府中。娘子啊，本人岂不要吓得魂飞魄散呀？旁边的小听听听得好哦，有光上有光多，有个哪叫？在错那上，俺帮他那一个五毛叫，面孔必备。是谁？我不理好头。要你弄你杀出来。是。我请问你，娘娘把你吞了狗几次了？就是一抓本接头，到今家没好了。亲子呀，我派这个给托了，下糊涂了啊！你的总归不错个好糊涂子，讲下去。你当然听你讲的辰光，真正为人为难，非要喊。是空门好小为君，娘子啊，我们一日中计太后都，我妈不和社会糊涂子一点点，不由你自个是亲的。糊涂也社会不过一点点，娘子啊，我想过去的事情，你须追究。过这个事体嘛，不要去多担。我句句
旧娘子开恩宽恕我，你就消失了本身。